台中一个科小姐，甲华视新闻投诉是安尼气噗噗，讲伊旧年开300多万买一间翻新的老厝，结果2个月前天棚开始漏水，嘛出现严重的壁癌。伊的隔壁70岁的太太原来真惨，讲准备10卡的水桶咧新漏水，根本就无法度住人。 厝内天棚一直咧漏水，亲像瀑布同款，厝主已经放10外卡的水桶啊咧新水，也是新袂完。为什么要接水桶？这就是这2天的水而已。楼下的住户柯小姐每工拢咧倒水，这厝内壁无一面是单，除了房间，连灶骹、夜间天棚拢是全水热。这都是发霉，这不是我自己把它涂彩色。 另外一位住户阮小姐，厝内地板一直咧冒水，而且还有闻到臭味，就算逐工漆的，嘛拢漆袂干。每天都在漏水啊，然后没有用水也一直在漏水。住户去年开350万向建商买一间29栋的9倍厝，想袂到2个月前24户当中的5户开始漏水，住户真不满。 如果1个月敲不好，敲2个月好不好？可是到底有没有找到原因？没有讲。屋主的部分会给我们充分的权利去处理的，就是因为主要是门不开了，没有都不动了，一直都在动。住户准备联合向建商提告，但是29栋的老厝9倍漏水，应该是找一手的建商，也是9倍建商负责。理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可归责于前的那个贩售者，还是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因为一定的程度的老旧，它就会产生这个状况。 9倍厝的介绍只有市价无够6折，厝主开细条钱，想要享受新厝的气氛，煞无价规8多岁。